仲喺度就咁將啲生猛海鮮、大蝦、細蝦直接掉入雪櫃。如果你係咁做嘅話，我真係要大聲同你講，你咁樣係直情嘥錢呀！明明買翻嚟嗰陣仲識跳，仲係咁彈手，點知擺咗入去雪櫃3、5日，攞翻出嚟睇，啲蝦頭黑晒，啲肉霉晒，陣腥味仲要大到成個雪櫃都係。你係咪以為係自己個雪櫃唔夠凍，定係以為個魚檔老細你？啲蝦唔新鮮，其實通通都唔係，係你根本就唔識得點樣去保存呢啲咁嬌貴嘅蝦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漁民絕對唔會隨便話你知嘅神級保鮮法。用呢個方法，唔好話擺3、5日，你就算由而家擺到出年年初一、年初二攞出嚟嗰陣，啲蝦依然係隻隻晶瑩剔透，肉質爽口，彈牙，完全唔縮水。更加唔會有嗰陣令人反胃嘅腥臭味。平時我哋去街市見到啲蝦好靚，特別係過年過節或者見到啲海蝦大減價，好多人都會一次過買反3、5斤返屋企。但係返到屋企之後，大家最常用嘅方法係咩？係咪直接將個膠袋打個結就掉入急凍室，或者好少少嘅就用個保鮮盒裝住佢？我話你知，呢啲方法通通都係錯嘅，因為蝦呢種嘢最驚就係見到空氣。亦都最驚喺結冰嘅過程入面流失水分。如果你就咁放，雪櫃入面啲冷氣會不斷抽走啲蝦入面嘅水，結果你煮出嚟嗰陣，啲蝦肉縮到得反半隻咁大，食落口好似食渣咁，完全冇晒嗰種鮮甜味。要學識呢個神級保鮮法，首先我哋要明白點解啲蝦會變黑。其實蝦頭入面有好多內臟，亦都有一種叫多酚氧化酶嘅嘢。當啲蝦死咗之後，呢啲酶就會同空氣入面嘅氧氣產生化反應，令到蝦頭變黑。所以保鮮嘅核心就係2個字：隔氧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講下呢個漁民代代相傳嘅秘技。呢個方法其實非常之簡單，但係效果好到你唔信。首先你要準備一啲平時我哋飲完嘅礦泉水樽，冇錯，就係嗰啲500毫升或者750毫升嘅膠樽。呢個就係我哋保鮮嘅神器。點解要用膠樽？因為膠樽嘅密封性係最好嘅，而且佢可以完全將啲蝦同空氣隔絕。我哋將買翻嚟嘅鮮蝦攞去水喉下面輕輕沖洗乾淨。記住啊，沖洗嘅時候唔好太過暴力，要好似摸緊自己個仔咁溫柔，唔好整斷晒啲蝦碎。沖乾淨之後，唔好等佢乾，就咁一隻一隻咁將啲蝦頭向下，尾向上咁塞入個膠樽入面。點解要頭向下？因為咁樣做可以令到啲蝦喺樽入面排得更加密實，減少空間。你塞到大約8、9成滿嘅時候，就喺個樽入面加入清水。呢個水一定要加到滿晒為止，最好係溢出嚟嗰種。之後你將個樽蓋擰到最實，確保入面一啲空氣都冇。跟住你就可以將呢一樽樽嘅蝦罐頭放入急凍室。當啲水結咗冰之後，每一隻蝦都會被層冰完全包裹住，就好似入咗時光隧道咁。佢嘅鮮味、水分會被完全鎖死，因為完全冇氧氣，所以蝦頭絕對唔會變黑。就算你擺佢3、5個月，甚至大半年，攞返出嚟嘅時候，佢仲係保持住啱啱買返嚟嗰種色澤。可能你會問：咁我要食嘅時候點算呀？唔通要成嚿冰攞出嚟慢慢等佢溶？呢個就係呢個方法嘅另一個好處。當你要煮嘅時候，你只需要攞一樽出嚟，用把鉸剪或者美工刀將個膠樽剪開之後，成嚿冰擺喺水喉下面，用常溫水沖。你放心，啲冰溶得好快，千祈唔好用熱水，亦都唔好用微波爐解凍，因為咁樣會破壞咗啲蝦肉嘅組織。等啲冰溶咗一半，啲蝦可以一隻一隻分開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啲蝦殼依然係硬邦邦、閃靈靈嘅，啲肉係透出淡淡嘅粉紅色。呢個時候你攞去白灼、豉油皇、大蝦或者蒜蓉蒸，嗰種爽口程度絕對同你喺海鮮檔即買即煮冇分別。除咗用膠樽呢個方法，如果屋企雪櫃空間有限，或者你覺得用膠樽好麻煩，仲有第2個漁民常用嘅招數，叫做白糖保鮮法。呢個方法更加適合平時好似我哋呢啲咁忙嘅都市人。你將啲蝦洗乾淨，瀝乾水之後，攞一個平底嘅保鮮盒，喺盒底先鋪上一層蝦，之後喺上面均勻咁撒上一層白砂糖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係砂糖。之後再鋪一層蝦，再撒一層糖，
重複呢個動作，直到鋪滿為止。最後蓋上蓋，放入急凍。點解要落糖？因為糖可以喺蝦嘅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，防止水分流失，而且糖有提鮮嘅作用，可以令到啲蝦煮出嚟更加鮮美。有人會擔心咁樣啲蝦咪會變咗甜味？其實唔會，因為你煮之前會再沖一沖水，啲糖分只係留喺殼表面，唔會滲入肉入面。用呢個方法，啲蝦擺3-5個月都唔會乾唔會腥，仲可以保持到嗰種好彈牙嘅口感。講完點樣保存，其實最重要嘅第一步係你點樣去揀啲好蝦。如果你買翻嚟嗰陣啲蝦已經係死下，或者已經開始變黑，咁你用咩神級方法都係救唔返。去到街市魚檔，點樣先叫做好蝦？首先你要睇佢個頭同個身係咪連得好緊。如果隻蝦個頭好似吊揈咁，即係話佢已經唔新鮮，啲組織開始分解。第二，你要睇個蝦殼，新鮮嘅海蝦個殼係會有一種自然嘅光澤，摸落去係硬身嘅，唔會覺得黏糊糊或者軟賴賴。第三，睇佢對眼，新鮮蝦對眼係突出嚟嘅，黑得嚟好有神采。如果對眼係陷咗入去或者變咗灰白色，咁就絕對唔好買。其實保存海鮮係一門藝術，亦都係一門科學。好多老一輩嘅漁民，佢哋以前冇咁多先進嘅冷凍設備，就係靠呢啲土方法，將最好嘅漁獲留到過年過節。例如佢哋以前會用粗鹽嚟醃蝦，但係鹽會令到蝦肉變韌，所以後來先慢慢演變成用冰封或者用糖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無論你用邊個方法，最忌諱嘅就係反覆解凍。好多人將一大包蝦攞出嚟，等佢溶咗之後，攞3-5隻去煮，剩返嗰啲又擺返入雪櫃。我話你知，咁樣做係最傷啲海鮮，因為解凍嘅過程入面，細胞入面嘅水分會流失，而當你再攞去雪嘅時候，啲水分會變成大嘅冰晶，刺穿啲細胞，令到啲肉質變到好似海綿咁，完全冇晒口感。所以我建議大家用膠樽或者細細個嘅保鮮袋，按照你每一餐需要嘅份量分裝好晒，每次食幾多就攞幾多，咁樣先至可以保證每一隻蝦都係最高水準。我仲想同大家講多一個進階版嘅冰衣保鮮法。呢個方法雖然多1-2道工序，但係對於嗰啲極品大蝦，例如係深海大蝦或者虎蝦，效果係最好嘅。首先你將啲蝦洗乾淨之後，排喺一個大平盤上面，彼此之間留少少位，之後將個盤放入急凍室，等過咗大約1-2個鐘頭，啲蝦表面結咗一層薄薄嘅霜之後，你將佢哋攞出嚟，成寨浸入一盆冰水入面，攞出嚟再放翻入去，如是者重複2-3次，咁樣做，每一隻蝦嘅表面都會包裹住一層厚厚嘅透明嘅冰衣。呢層冰衣就好似一件避彈衣咁，可以100%隔絕空氣同埋雪櫃入面嘅雜味。最後你再將呢啲住咗冰衣嘅大蝦放入保鮮袋入面，抽走入面啲空氣，咁樣擺1年半載，隻蝦攞出嚟依然係好似啱啱撈上嚟咁鮮。好多人成日話而家啲嘢食冇以前咁有味道，其實有時候唔係食物變咗，而係我哋處理食物嘅方法太過草率。你想諗下，一隻蝦由海入面被捉到，再經過咁多轉手先嚟到你屋企，佢已經好唔容易。如果你就咁隨便將佢掉入雪櫃，真係對唔住呢份大自然嘅恩賜。如果你肯花少少時間用我教你嘅呢啲方法，你會發現原來急凍蝦都可以咁好食。試諗下，喺大年初一嘅團年飯上邊，你攞出一盤紅白鮮明、肉質紮實嘅白灼大蝦，屋企人食落口嗰種驚訝嘅表情，問你係咪今日特登去排隊買嘅新鮮海蝦，嗰種滿足感，真係用幾多錢都買唔到。所以唔好再嫌麻煩啦。下次去街市見到啲靚蝦，大膽咁買多幾斤翻去，用我教你嘅膠樽法或者砂糖法處理好佢。只要你肯花呢10零分鐘，你就可以成櫃都有鮮蝦食。最後仲要提提大家，如果你係用膠樽法，記得喺個樽上面寫反日期。雖然呢個方法可以擺好耐，但係我哋都要有個習慣，先食舊嘅，再食新嘅，咁樣先至係最健康嘅飲食方式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唔知大家有冇學到嘢呢？其實生活入面好多呢啲看似簡單但係好有效嘅小技巧。如果你中意我分享呢啲漁民智慧，
記得同你身邊嗰啲成日煮飯嘅朋友分享，等大家都可以食到最鮮、最爽、最高質嘅海鮮。唔好再俾啲蝦喺雪櫃入面自生自滅啦。今日就去試下呢個神級保鮮法，保證你一試難忘。記得呀，買蝦千祈唔好就咁放入雪櫃，用膠樽加滿水，淋實蓋，或者用砂糖逐層鋪，呢啲先至係對待鮮蝦嘅正確態度。希望大家嚟緊嘅每一餐都可以食到好似海邊咁鮮甜嘅味道。下次我哋再分享更多關於海鮮揀選同處理嘅秘訣，等大家都可以變身成為海鮮達人。